对，你想来了，一天我要去吃2次嘛，如果他们你都得去，我都得去哈。反正我给把天菜去。好，我去喊老汉跟我一路。我把这我给洗干净，人家油要高的噻。哦，你要高啊，那我再高点。高点。哦。哎呀，现在我就总大一些。我来不是，放到啥子炸饺啊？有米要起锅哦。你们那些菜都给切回了，这可以喽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就买这个喽。我说早啊，我说哎呀，人手少了嘛，就自己弄的噻。你看你这油还好，快生生的。这边来切的。倒进去。你看，那海鲜架子啊，都快上来奔着我油着了，就开吃的喽。这个闷着不多多。你要小哎。啊。那就板板正经。1、2、3。这上来一个。我们这好像30斤了。这家萝卜才大个，你看哈儿。还有50斤大个家。还有700多。这2个萝卜就切到一大盆。这边不好。在北京。就昨天下午就在看。这个朋友他们不得吧？一轮还要放3个。对，已经不得把我这个。给你看就说不干。我要你看。来，好。好，来不怕水。他的有盐有盐有味的，快点。我喊你去吃烤，别着急嘛。